道歌、调剂那个一般的流行歌曲。在学易经的时候得到的资料，有初级班，有中级班，你看有易诵的里面的道歌很多，你看现在要把那个歌曲前面加上井字号的在自己频道发布社群发布贴文，然后有超连结功能。现在要找搜寻第31项，期待再相会。哇，这跟不是刚刚那个资料库的版面了。期待再相会，将会的将会的很有名，就点按那个画面右下角3个点，然后来储存至播放清单第2，然后来勾选第2项道歌调剂的歌曲整合，按完成，这样就加入了播放清单了。